今集同大家介紹一下愛比皇家橡樹離岸型26238ST。皇家橡樹離岸型於1993年以石破天驚之勢現身標壇。皇家橡樹離岸型承襲咗皇家橡樹系列嘅設計特徵，採用6角螺絲固定8角標圈，同時打破常規，採用咗引人注目嘅直徑42毫米嘅標殼，響全球掀起大尺寸嘅腕標熱潮。此後，皇家橡樹離岸型成為咗孕育創新成果嘅搖籃，豐富多樣嘅全新材質、標殼尺寸、複雜功能同埋新穎嘅色彩應運而生。26238ST 腕標，標殼以精鋼打造，標徑42毫米，厚度15.2毫米。腕標全新演繹1993年嘅皇家橡樹離岸型標款，而標面設計略作調整，小時計時器與小秒針嘅位置對調，小時計時器移至12點鐘嘅位置，小秒針則移到6點鐘嘅位置，分鐘計時器位置不變，仍然留喺9點鐘嘅位置。而標面繼續沿用咗1993年標款嘅兩項特點，金屬立體 AP 字樣同埋擬印全名 logo 都係設置喺3點鐘嘅位置。26238ST 腕標由4404自動上鏈機芯提供動力，以433件零件製成，動力儲存最低保證70小時。此外，透過藍寶石水晶玻璃底蓋，可以將4404機芯嘅工藝一覽無遺。呢款咁精彩嘅26238ST，你又點可以錯過呢？